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烫光光来翕相，这个台中竟然是变做上理想的社区。台中市议员来质询，讲台中有10个景点，到暗时啊，就将做一大群人烫光光咧翕相的所在，其中5个所在是公园。议员是担心讲，这是治安的死角。啊，这个市府的建设局长来强调讲，而且保全加强来巡逻，若是暗昏的所在，卖改善照明的设备。公园的裸拍台中是首选呢。台中市议员陈世凯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，讲台中这个所在竟然互选做是上适合翕无穿衫裤的相片，佮列出网络顶台中前10名翕相的景点，其中有5个，佮是侪会人囡仔定定去的公园。溪川公园，包含英才公园，包含崇伦公园，包含中央公园，还有沙鹿的正英公园。这张翕烫光光的相片，就是伫咧西川公园翕的。比对相片内底路顶是同一个所在。我们这老一辈个当然是认为太夸张。则因为爱心桥庆红，就算还未正式开始用，不过已经有民众平常时去遐散步。但世界就讲，即马因为有人会去遐翕不实的相片，互家长唔敢带囡仔去遐耍。有人检举说，现场会有那个用过的保险套或卫生纸之类的。但世界质疑，这地点拢是因为电火较暗，无人咧管，才会互民众拢走来遮翕。该改善的地方，我们会赶快把它改善。台中市建设局讲会加强巡逻，公园暗暝蒙的所在卖加斗电火，若民众去公园翕烫光光的相片，会犯刑法妨害风化罪，会该处刑期或者是罚金。警察呼吁民众唔通安尼做。